Hello，大家好。隔咗好耐啊，我由 opening 去到而家先至講嘢。唉，唔好意思啊，今日有啲身體不適，感冒，唔知點解。不過我覺得人生有陣時候就係遇到呢啲先係一個經驗嚟。咁啱啱其實就係經歷咗一個粉碎自己人生嘅一個 moment。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MV 啦？《記憶倒行》裏面咧，蒲公英佢嘅種子，佢最尾係飛走咗。咁其實喺一個地方種下咗失望，佢飄到去第二個地方，落到落土地嘅時候，佢又會長出花，係另一個希望。咁嚟緊以下落嚟呢一 part 咧，就係一 part 比較希望嘅 part 啦，送俾大家。花枝生活。在路時，大炮土堆將會再重聚，最難。